心人，主持何玉芬博士、鍾傑良。何玉芬博士又見面啦喎！係，你好啊，鍾傑良。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個咧直資課題啊！記得喺放暑假之前或者放暑假差不多去到尾聲嘅時候啦，就好多關於直資嘅課題咧，又係沸沸揚揚，咁啊搞到咧哇有啲好兵衣狀嘅場面咧就出現，一大班女仔名校嘅女生啊，又或者啲 old girl 啊，淋住雨手牽手咁樣要保衛校園喎。我諗呢一班學生同埋即係佢哋嘅老師支持佢哋嘅家長，其實咧好值得敬佩。我第一次即係知道呢件事嘅時候，其實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見到有啲朋友咧轉貼一啲佢哋校友寫嘅文章，就講到話其實佢最欣賞學校嘅係堅守一個有教無類嘅原則，就係話無論嗰個家庭背景係點樣啊，來自咩階級啊，佢都能夠喺呢一間學校裏邊得到優質嘅教育。但係咧，我就當係踏足呢個討論教育嘅界別都10零20年啦嚇，一陣會請啲當然前輩出嚟再傾下。回望翻去直資呢一樣嘢衍生出嚟咧，就係想容咗啲空間俾一啲可能有創意啊，又或者唔想管得咁死啊，成日都講咧就水清就則無魚，咁啊不如咧就各自各精彩啦。咁令到佢哋可能收生嗰方面又有個闊度，又唔使話咧就即係受住好多教育局嘅限制，即係等等，照計應該一樣好嘢嚟嘅。我諗呢個就係香港人一向相信嘅一種市場化嘅自由經濟嗰種嘅運作模式。咁就都希望咧有一啲有心嘅學者同我哋從一個真係學術嘅角度咧去拆解翻呢個政策。係啊，但係何玉芬一賦予話呢一樣嘢原來係市場化咧，咁我可能即刻要收翻。其實慢慢咧可能見到惡果啦。一陣間咧請嚟一啲嘉賓朋友一齊傾一傾啊教學有心人，主持何玉芬博士、鍾傑良。好啦，今日咧除咗鍾傑良、何玉芬之外咧，就請嚟有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嘅客座教授曾榮光教授。曾教授你好。係，你好。哇，真係我哋咧白頭宮女數當嘅。阿曾教授，我見過你咩？好似都冇乜印象咯。因為曾教授可能去過好多電台，上過好多節目啊。我記得早喺我哋嗰陣時，什麼教育廣播會議啊，又或者即係總之討論相關教育嘅課題咧，每次都請阿曾榮光先生咧就上嚟都傾下偈嘅。今日正好啦，哇！直資如果揾翻啲咩文件啊，咩1988年啊，咩第3號報告書啊，請佢上嚟咧，啱晒何玉芬係咪啊？係啊，嗱，阿曾教授咧係我一位好尊敬嘅老師嚟嘅就我諗係喺教育政策方面，有時睇佢個文，你就會覺得有好多嘢我哋睇表面嗰個現象，但係背後一個嘅即係社會嘅理論一個嘅政策嘅深遠嘅影響，咁真係要請下教授同我哋咧係傾一傾。自己同我哋講下啦，頭先我哋係啦開場嘅時候都講到，其實早喺10幾20年前啊，呢家都講到1988年啊，呢個22年前係啦，教統會嘅第3號報告書之前添㗎啦。有啲空間俾啲即係各式各樣嘅教育多元化出現，照計係好㗎。嗰陣時亦都有好多即係直資嘅出現，我哋都覺得即係俾個出路俾某一類適合嘅朋友或者學生等等，好嘢嚟㗎。但係點解呢家慢慢搞到大家好似視呢個直資為牛鬼蛇神咁嘅咧？好似你話白頭宮女數當年嘅話咧，真係如果我哋翻去88年嘅話咧，其實創立一個獨立嘅私校系統咧，係喺3號報告書裏面或者直資計劃提出嘅4個原因嘅其中一個嚟嘅啫。因為當年88年咧，其實係發生緊好多事嘅。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之後咧，第一個湧現嘅咧就係左校要求轉直資。因為左校咧，你知道以往就一路係被港英政府邊緣化，係唔准佢參加呢一個派位制度嘅。到咗
年草簽之後，我哋知道97年回歸咧，左校第一個就係出嚟話，我要求轉津貼中學。但係當年嘅話咧，嗰個嘅氣氛嘅話咧，就冇可能即刻將呢一啲左派學校融入去個津貼中學嘅制度裏面。據我資料顯示咧，就係啲政府就派去啲學生咧唔肯讀。即係中央派位派咗，譬如曾榮光，你去邊間學校？我唔去啊！因為當年咧88、89，你諗到嗰陣時咧，我親口係聽過一個教育處嘅最高官話咧，佢話就好似你話啦，如果我真係派個學生派位派咗入間學校裏面，個學生喺門口抗議話我唔想去一間左派學校，咁點咧？咁所以嘅話咧，就另闢一個途徑，就係變為直資學校啦。其實喺88年咧，又出現第二個問題嘅，翻嚟數翻78年咧，就係我哋9年免費教育啦。9年免費教育咧，到88年咧就啱行咗10年。喺嗰10年裏面嘅話咧，過往由78年嘅時候咧，你可以想像嗰陣時係要急劇增加好多中學學位嘅話咧，嗰陣時好多學位咧就係買位私校嚟嘅。嗰類買位私校咧，佢無論校舍啊、師資好多咧，都唔符合津貼中學嘅。但係因為應急，所以就收咗好多呢啲學校去做派位。所以到咗88年嘅時候咧，就已經10年啦。香港政府咧已經有足夠嘅津貼中學啦，所以嗰批嘅買位私校咧，就對政府咧又俾壓力，就話你係過橋抽板，你而家唔幫我哋買位，咁你想我哋死啊？咁呢類咧就第二類學校咧又要安置，直資學校咧又可以成為呢一個嘅安置對象啦。而第三咧先至出現你所謂嘅就係話，我哋想創立一個強大嘅獨立私校體系。就係當年同戴卓爾夫人啊等等嘅所謂新幼制度啊，希望有一個市場化嗰個有關嘅，所以當年咧可以話咧係3個政策議論嘅匯合，就出現咗呢一個直資呢一個咁樣嘅政策。咁呢個歷史任務照計都完成得幾好啊！咁啊，但係點解發展到呢家，大家都好似覺得會轉咗直資，會唔會對社會上某一部分人唔公平啊？照計當中都有啲法例啊，又或者有啲條件係限制佢哋㗎。你講歷史任務咧，就我哋翻嚟有3個任務。一，左派學校而家全部已經上晒岸，變晒直資學校，而家都唔知邊間係左，邊間係右，邊間係中㗎啦，係咪？呢個任務就真係全部完成㗎啦。第二嘅話咧，而家根本亦都冇買位私校㗎啦，轉得嘅就全部轉晒，有一啲個別嘅買位私校，亦都已經轉咗直資之後，後來譬如最簡單一間大家都好熟嘅就係新法中學，已經冇咗啦，亦都已經即係又係完成咗歷史任務。但係其實最有趣嘅咧就係第3個歷史任務啦，創立一個強大嘅獨立私校系統。我就會簡單講咧，呢一個嘅歷史任務咧就從來冇實現過嘅。因為而家根本就冇私校系統，因為而家我哋最出名嘅嗰啲最有名嘅直資學校咧，根本唔係私校嚟嘅，因為佢係點樣咧？佢收足香港政府嘅平均辦學成本，即係每個學生收咗4萬之外，再可以喺上面收舉個例，一間最出名嘅就可以喺上面再收多5萬到6萬。即係話佢嗰個辦學經費咧就9萬，但係有人津貼佢4萬，我會叫呢4萬叫做墊底費。有咁着數嘅私立學校嘅咩？所以如果你真係問我嘅話，直資學校就係從來冇完成佢呢一個嘅歷史任務，因為佢根本就唔係私立學校。咁曾教授講翻呢一個任務啊，咁其實開頭就話。我哋咧要做一個強大嘅獨立嘅私立嘅有市場運作機制去排除或者係清除一啲以往我哋喺舊有官津裏邊咧可能出現咧嘅因循，咁就要有一個私立系統。但係既然係私立系統，點解當初去設定嘅時候又容讓佢哋咧係去收取學費，同時又俾翻津貼佢哋咧？因為咁樣就唔可以叫做一個私立嘅系統噶嘛。嗱，嗰度咧你要睇清楚當年嘅嗰個3號報告書裏面嗰句最有趣嘅條文咧，就係強大而獨立嘅私校系統。
因為當年你諗到嘅話咧，我哋翻嚟睇翻我哋嘅公立學校咧，我會覺得我哋當年嘅公立學校係差唔多係全世界，如果我用比較教育嘅角度嚟講咧，係一個最好嘅公立學校嚟嘅。最簡單，全香港最出名嘅中學咧，都係一個公立學校裡面嘅。根本咧，私立學校咧，如果你話突然之間開一間嘅話，係喺個市場裏面冇競爭能力嘅。所以嘅話，當年咧就希望吸引有部分嘅津貼中學有名嘅轉去做直資，就開始作為一個帶頭作用。但係其實咧仲未講完嘅嗰個歷史，因為當年咧喺1988年，即係到咗1991年第一屆嘅直資學校嘅時候咧，嗰間直資學校咧，除咗佢收嗰個平均辦學成本之外咧，政府係準佢額外收多2/3嘅平均辦學成本，淨係2/3嘅啫。但係結果由1991年到2001年嗰10年咧，根本冇一間津貼中學聽政府講去轉做直資嘅，因為嗰個籌碼咧實在太平啦。因為好多津貼中學都計過數嘅話咧，如果我額外收多2/3嘅平均辦學成本咧，根本係圍唔到條數嘅。所以喺嗰10年咧，好清楚一間津校都冇轉過直資，直至到2001年，董建華突然之間加碼，準佢哋唔係收2/3嘅平均辦學成本，而係收2又1/3嘅平均辦學成本。立竿見影，即刻嗰一年就有4間最出名嘅傳統津貼中學轉直資啦，聖保羅男女啊、聖保羅男校啊，呢啲大家而家最出名嘅嗰啲就即刻轉直資，就係其實係一個咁樣嘅結果底下咧，就係造成咗而家，亦都因此嘅話咧，陸陸續續咧，好多傳統嘅名嘅津貼中學咧就跟風啦，全部一間轉直資，結果出現一個咩嘅後果咧？咁我哋咧就跟住講，跟住10年出現嘅嗰個後果㗎。係咯，嗱，曾榮光教授，如果條數係計得掂啊，又唔錯嘅，咁將啲名校轉做直資，照計又可以令到佢哋喺教育嗰個領域上面爭取多啲資源，又多啲空間，照計好㗎。有咩唔好處咧？嗱，如果我哋要講嗰個唔好處嘅話咧，我哋可以分兩邊去講嘅。一咧就係佢對公立學校或者公營學校或者即係派位學校嘅系統有咩唔好處先？佢最大嘅唔好處咧，佢就係將喺公立學校或者派位學校裏面嘅嗰啲出名嘅津貼中學一間一間掹走咗。如果用我哋用一般術語講咧，呢個咧即係將賤賣公有資產。你諗到啊？其實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嗰個公立學校嘅發展歷史，由78年開始有9年免費教育嘅時候咧，當年或者我哋翻去我當年嘅年代就係升中派位。當年你諗下，我哋每個家長啊，都係將我哋最好嘅小學生，就大家都係爭考升中試，將最好嘅學生擠入去嗰啲最好嘅津貼中學裡面㗎嘛。你諗下，而家聖保羅男女或者聖保羅男校或者拔萃男校、拔萃女校呢啲轉晒直資㗎啦。當年佢哋點解可以有咁出名嘅明星呢？就係我哋嘅家長將我哋最好嘅學生、最好嘅腦袋擠入呢啲學校裡面去讀啊嘛。佢哋讀完之後就入中大、入港大，跟住就係喺個社會裡面向上流動，咁做起咗嗰個明星嘅。所以你可以想像，佢哋今時今日有咁好嘅明星呢，其實就係源自香港嘅所有嘅公眾不斷將佢哋最優質嘅子弟交落去俾佢哋。但係曾榮光教授，如果調翻轉睇，會唔會用學校去做本體？喂，我學校提供啲優質教學俾你哋嘅優良腦袋，先至相得益彰啫。咁另一方面，我亦都要逃避即係教育局或者咧政府嗰方面即係啲緊箍咒。咁我跳出嚟，其實我又好對於未來嘅優秀腦袋又係好嘅喎。嗱，而家最得意咧，就係咪對未來嘅優秀腦袋好啦？因為咧，我哋香港
社會或者唔係一個社會咧，都係需要優秀腦袋嘅。所以對優秀腦袋咧，我哋最重要就係俾佢一個咩咧？向上社會流動。我哋應該俾機會佢哋向上流動嘅。嗱，正話講開嘅話咧，過往如果我升中試，咁我咪考咯，考到。如果而家好啦，當年係傾過㗎。如果呢一間學校突然之間轉咗做直資，你可以想像將來嗰個小販個仔佢幾叻都好，如果佢俾唔起5萬或者6萬蚊一年，或者即係5000、6000蚊一個月嘅話，佢嗰個向上社會流動嘅機會就被剝奪咗。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整個嘅嗰個討論嘅嗰個核心嚟。有好多直資嘅朋友啦嚇，辦直資嘅朋友，佢哋會咁樣講嘅。呢度咧我都引一個佢哋議會嘅主席林建華校長佢咁講，佢話咧直資學校而家咧嚇，當時呢篇文章出街嘅時候啦嚇，75間。咁喺裏邊呢，其實真係屬於大家所講嘅名校直資呢，其實得10間左右嘅啫。其他嘅直資學校，其實我哋都係收緊全年嘅學費，低至5000蚊以下嘅，甚至係免費嘅嚇。咁所以佢就用呢一個嘅原則呢，或者呢一個嘅道理呢，就去講啦。其實大部分嘅直資學校呢，都係有關顧到咧，頭先教授你講嘅嗰個，即係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係啊。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哋咧係有俾到獎學金出去㗎嚇。咁事實上係點樣咧？嗱，喺教育政策或者公共政策裏面嘅時候咧，好容易就出現正話所講嗰種，我哋叫做掛一漏萬，或者你俾一條大數我睇嘅時候，平均收學費就梗係5000蚊啦。在政策設計同埋政策分析裏面咧，最緊要就係話喺同一班學校裏面，例如直資學校裏面咧，你一定係要作一個好仔細嘅分類啊。好在我哋正話啱講咗個歷史。而家如果我哋真係要講分析直資學校嘅話，我哋分為4類嘅。一，左派學校唔使講啦。第二，嗰啲買位私校唔使講啦。其實仲有一類嘅噃，就我哋未講嘅，就係咩咧？就係由1998年開始，好多新嘅開嘅學校，一開始咧佢就轉直資，然之後第4類咧先至係傳統名校。嗱，如果我哋要清清楚楚分呢4類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呢4類學校之所以轉直資咧，都係唔同理由嘅。而呢4類直資學校，佢對成個社會，尤其是係向上社會流動嘅影響咧，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你就係咁樣一次過咁樣講嘅話咧，就唔能夠掌握嗰個問題嘅核心。所以如果大家都知㗎啦，我係批評直資學校係不遺餘力嘅。其實我咧就係對其他3種嘅直資學校咧，我係冇意見嘅。係唯一一種我有意見嘅咧，就係津貼名校轉直資。因為呢個咧一津貼名校咧就傳統咧，佢嗰個嘅名聲或者佢嗰個咧，其實就係公立學校裡面嘅資產嚟嘅。我哋唔能夠立亂去賣嘅。第二嘅話咧，就係佢係窒息咗嗰個向上社會流動嘅。而其實咧喺正話講嗰4種裏面咧，仲有一種都值得講嘅，就係嗰啲新校轉直資啊。點解喺我正話特別提係1998到99年呢？因為呢2個年份呢，就係啱啱有一個政策出台，就係所謂叫做教學語言強力指引。大家都知啦，當年得114間係英中，其他要轉津中。但係香港政府咧就好巧妙咁樣咧，就係準所有當年由1998年開始嘅新校咧，就唔需要向香港政府申請，只要佢轉直資嘅話咧，佢就可以掛個牌話自己係英中。就係咯。咁所以嘅話咧，呢個就係一個優待政策嚟嘅。所以今時今日開始有好多嘅津貼中學或者公立學校嘅校長咧，就開始講啦。其實喺過去10年裏面，我哋已經俾直資學校咧太多優待啦。其實調轉咧，就係對公立學校咧俾咗太多嘅虧待啦。所以咪要逃亡咯。其實就係要而家嘅一個平衡翻，
嗱，而家如果你繼續容許呢一個優待嘅話咧，津貼中學就不斷出現逃亡咧，咁我哋嘅將來嘅嗰個公立學校咧嘅質素咧就越嚟越下降，冇錯，咁係唔好嘅。咁啊，但係由於今日嘅時間所限啦，唔能夠同阿曾榮光教授繼續傾落去啦，因為傾心教室要出場啦嘛。今日鍾傑良咧特別揾嚟一間，亦都係直資中學，就係勞工子弟中學嘅數學科老師毛志雄老師咧，同大家傾下嘅。咁啊，佢傾談嘅內容當中啊，都提到有陣時面對學生啊，交唔交功課，又或者咧，大家去唔去努力學習咧，都係要慢慢去培養嘅，唔係話咧即係硬性要啲學生點樣做就點樣做嘅。咁喺傾心教室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啦。下一集繼續請嚟有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客座教授曾榮光教授咧，繼續傾談。我哋喺度講聲拜拜先啦。好，拜拜。傾心教室。嗨，大家好，我係毛志雄老師啦。咁咧，其實我教書咧嘅教齡就唔係好長嘅啫，都只係有4年。不過咧，我就好慶幸自己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去接觸唔同嘅嘢啦。即係例如可以坐喺電台啊，同各位聽眾講嘢咧，都係一個幾難得嘅經驗嚟嘅。咁樣亦都會有好多時咧，都可能會有啲人就揾我出去幫下手，即係出下卷咁啦。咁又或者可能做下義工咁樣。其實我覺得即係教書唔係真係淨係教書嘅，其實有好多嘢係可以係去接觸嘅。雖然即係我年紀唔係好大，經驗就都係尚淺，但係其實我都係覺得自己有好多地方係可以再做多啲，再做好啲。咁其實我自己另外都有一個興趣咧，就都幾中意音樂嘅。咁樣得閒咧就都會叫做作下歌咁樣啦。其實都幻想過咧，即係會唔會自己作完首歌咧就喺呢個大氣電波裏邊就會播放出嚟。咁唔知願望就會唔會成真啦？除咗教書或者作歌，咁可能有時咧自己都會拎起部攝錄機咁呢度拍下，嗰度拍下咁樣。咁將一啲有趣嘅嘢啦，或者將一啲表面唔係好睇到一啲嘅感情啊，又或者一啲嘅脈絡咧，就係留低佢喺嚟。咁樣因為其實呢一啲無論係聲音又好啦，影像又好啦，其實一點一滴咧，對於我自己嘅人生啦，係一個見證嚟嘅。咁啊，即係例如啱啱我話作歌咁樣啦，作完之後其實俾翻好多同學聽，佢哋都覺得都好似幾鼓勵喎。可能佢唔開心嘅時候聽咗首歌會可能舒服翻啲。同埋對於我自己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有好多嘢咧係叫做大膽咗去做咯，即係覺得以前做唔到嘅嘢，其實原來 OK 嘅喎。舉一個例子，我教咗幾年嘅中二，咁但係中二嗰啲功課其實都幾難收咁，同埋都佢哋都做得比較馬虎。咁但係今年就即係我同自己講一定要收齊佢嘅功課啦，咁同埋一定要係其實個目標都好誇張，要佢哋每日咧係要做50條數嘅。咁而家到目前為止咧，都仲 keep 到真係日日做50條。咁以前咧可能一個學期咧先至用得一本簿，而家咧可能俾一個月咋，已經係要開另一本簿。咁所以我喺度諗，係咪真係咁多樣嘢係以前啲人話係咁又咁，或者覺得做唔到又做唔到咧？其實係可以試嘅。同埋當你試完第一步，當你發現係可以嘅話，咁人生仲有好多條路，你係咪會係繼續係咁樣啦，定係會再諗辦法去創新多啲呢？我覺得社會或者我哋嘅學生，或者甚至係我自己，我都係要繼續多一份嘅勇氣，同埋多一份嘅創新。